南台湾每当12月到过当3月这段期间，因为大气扩散无好，加上环境内外污染，空气品质定定量红灯，让公民团体非常的烦恼。如此恶劣的空气，会对囡仔发育各方面造成真无好的影响。对此，台南空气污染自救会邀集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台南亲子共学团、台南社区大学小儿科医生做伙召开记者会，向政府传达因的诉求。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几乎时时刻刻都是在呼吸，这本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因为空气污染的问题，却使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连呼吸都觉得惶惶不安。我们团内有妈妈说，我不会给孩子吃有毒的东西，但是空气有毒，我却不能叫他不呼吸。我们觉得这是小民的无助跟无奈，所以改善空气污染，找回洁净的空气，以及为市民跟儿童的健康把关，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施政责任。为什么孩子会特别容易受到空污的影响？一来是因为孩子的呼吸速度比成人的快，身体容易吸入更多的污染物。第二是因为孩子的个头比较小，生活的空间比较接近地面，那许多的污染物其实在接近地面的浓度是最高的，因此笼罩全球的空污问题中，其实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那空气污染除了影响孩子的肺部之外，也对脑部会产生永久性损害。希望我们台南市大家长黄伟哲市长能够更积极的去联系跨县市的这一个防止空污的这个联合协作的平台，要有积极的作为啊。第二个要督促我们的教育局、我们的环保局啊，特别是环保局在一个数字上的这个提供，不要过于美化哦。我想数字会说话，而且空污呢，它不是看平均值，它可能集中在某几天。那几天对人体的伤害就相当的大。那第二个，针对教育局，我知道教育局有这一个因应空污的这一个措施，但是呢，这个实施的结果到底是如何？好，那这个管考的这个效果是如何？啊，这个东西要对民众做个交代。台南空品连续坐立不良，让真侪家长担忧囡仔健康问题。这一次联合起来向政府提出因的诉求，就是希望市府会当听到因的声音，展开积极作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